道教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宗教，其元素 Castle 融入到各种游戏中，形成了独特的道教游戏。道教游戏不仅包含传统的道教元素，如符咒、法术、神奇，还 Castle 与其他游戏类型结合，产生了丰富多样的游戏体验。道教游戏的种类繁多，主要有以下几种：角色扮演游戏 RPG， 玩家在游戏中扮演道士或与道教相关的角色，学习道术、降妖伏魔，探索道教世界。策略游戏，玩家需要运用道教的策略和法术，排兵布阵，制定战术，击败敌人。冒险游戏，玩家在充满道教元素的游戏世界中探险、解谜、寻找宝藏，完成任务。模拟经营游戏，玩家可以经营道观，招收弟子，炼丹制药，体验道士的生活。休闲游戏，一些简单有趣的游戏融入了道教元素，让玩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体验道教文化。除了上述游戏类型外，还有一些游戏以道教文化为背景，融合了其他元素，如恐怖游戏，利用道教的驱鬼、捉妖等元素，营造恐怖氛围。动作游戏，玩家扮演道士，使用道术和武器进行刺激的格斗。解谜游戏，玩家需要解开与道教相关的谜题，才能推动剧情发展。无论您喜欢哪种游戏类型，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道教游戏。以下是一些热门的道教游戏，供您参考。轩辕剑系列，以中国历史神话